出那么大聲嗎？膽小啊！不好意思啊。再見啊！记得你这是什麼同事啊？不是他們，不是你這什麼同事？人拦着你問你，讓你給他參謀參謀，有這樣的嗎？這啊，你就問這你根本就不是哥哥，我喜歡你。冬眠，你太過分了你！我好心好意的把我的設計草圖給你看，你居然抄襲！你知道你什麼行為嗎？你這小偷的行為！菲菲，你別發這麼大的脾氣，我就是為了交作業應付一個老師。應付老師也不能這麼幹吧？菲菲，你知道我已經有2次都不及格了，我要是這次再不及格的話，我就得掛科了。对不起啊，滾！少給我來這套！你這套對男人好使，對我雷閃閃來說不好使。你師傅的老師傻呀，咱倆交的作業幾乎一模一樣，這樣下去的話，咱們2個都會不及格的。閃閃，你這麼大吼大叫的，一點也不淑女。你可幫你搗什麼亂？有你什麼事兒？我沒搗亂，我就是覺得理解別人就是寬恕自己。你有病吧你？他抄我作業，你還幫他說話？哎呀，不就是一次作業嘛，又是同學又是同寢，又不是分房子分地，因為一次破作業，你值得嗎，閃閃？我說你們倆怎麼回事啊？還能不能分清青紅皂白了？他抄我的作業，再說了，不是抄作業那麼簡單，他欺騙我，欺騙了我對你的信任。我沒有欺騙你 ，baby， 就是欺騙我了，你就是個騙子。你要是寫不出作業，我可以幫你寫，你這算怎麼回事？幹嘛？你聽我一句話嘛，與其逃避現實，不如笑對人生。與其你在這兒大吼大叫，你不趕緊啊拿着包再畫一幅，亡羊補牢。哎，對，這是一個好辦法。閃閃，加油！